七个五，抢左右。抢左右，抢左右。大哈黑，三更半夜忙天空，4点茶，偶遇是从心后空。用苦哈密，含有7个5牛，煮蛋干做麻辣牛烟抽。你弟怎么改啊？系红的，乃住者本女色，唔是，要去失宠。按照去做嘛该，翻含海爱色。对咧，俺上老茶哦，若去保养，几只当的哦，要差唔多的。还有哦，俺上哦，前面做生的该，看做得很较好嘛。哦，乜解啊？十报张正，时间到咧，别急啦。来，爱前面慢慢的看。真水啦！那这个怎么卖啊100-160呢。那这个嘞？ 100、那这个嘞？ 400。这个嘞？你干那直直问，想要买也无嘛？那你卖这么贵，我怎么买啦？哪会贵啦？啊，菜一定会起价啊！啊，你若无爱买吼，莫踮遮甲我定位啦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今天什么菜比较新鲜啊？哦，拢做青的，拢做青的啦，尽量看，尽量看，吼。等下吼，人客嘛买做才转去。你看卖，你看卖。好啊，那你这样一箱多少啊？安尼800。好啊，那帮我拿一箱哈。好，随帮你包。好。阿姨，嘿，我咧想哦，我你应该是无用啊看到伊啦。阿姨，今日高丽菜，高山的，足甜的啊。嘿啊我，家拢爱讲啊，我嘛是头拄仔想到的尔。你昨天讲嘛啥？就迄下 T 佛波斯给咋？那一只啊？
啊，就迄个老啊，叫什么名？叫什么义什么？阿一北啊，周明义。啊对，对。可是社区报上的编辑名字不是写他啊。啊，人都爱好笔名，你敢管？这做的囡仔生气，我想看卖啊。不是啊，等一下就会看到。你是袂倒去哦？当然哈，唔看到咩难。啊，有袂亮的无啦？啊有啦，你家己摕啊。你要做什么访问啊？你是新闻社的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搞艺术的啦。哦，搞艺术的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主要是因为我看了阿一北你写的报纸，我想说可以再过来跟你多了解一些。我不是写很清楚了吗？是很清楚啊，只是我想说可以多深入了解一些。那我没办法。谢谢。多少钱？谢谢。哎呦，看一下啊，什么时候不来问了？我退休10几年，早忘光了。 80。哎，现在网络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查到很多东西吗？资讯那么发达，谁还看我这老家伙写的东西啊？自己去查吧。阿一北，梅姐，你哪里去送去？就讲伊唔记得咧，安尼可能有效。敢友好。只看啊。喂，喂，甲韩有天，用阮某天的咯。哪会安尼啦？啊，俺来唔请俺恁嘛个事情，来先走呢。好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好。阿姨，你刚刚说你夏天喜欢吃凉菜，那还有其他的吗？啊，还有豆腐，啊，你要记哦。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的喙齿吼，唔是足好的啦，啊，足侪物件较硬的哦，拢补无法的。那什么样的食物对你来说算太硬？萝卜，还是小黄瓜，或者是这些筋比较硬的蔬菜？那肉类呢？用哎，东西有什么？含你讲用无爱藏啊？会啊，行啦。我阮倒去无关系吧？伊唔系有拿到报纸诶？拿到诶，点多卡死。飞马街啊？本来平常时本来就小管本条呢，你完全无听通嘅时节创作。来吃完的最淡水，你还等于万一种讽刺，点都卡乱。因为唔系本来嘅 SOP， 三唔伫对那 input 嘅 output 嘅。啊？冇啦，所以唔知道。那唔伫啊，就长期嘅创作歌上，冇听说会有新嘅想法俾某一听啊。哎呀，烦呢，我还唔会死。你啊向异地，挨东南force记掉嘅吼。唔讲，就看你更做更欢喜。咁有？唔对，你喺高中养大众，我该都爱买呢。迄个咩假做嘅？还一年同好诶，不然你就过斯坦尼。伊哦，应该有输钱。我安尼，伊条就唔会出门嘿。冇办法，记条就迄行都冇封片啊。安尼只有糖果的听听。妹妹唔敌啊，文轩。哈？你看这台，灰尘暗斗。
啦，那迄个昨日头迄种布棚，燃油费的迄种，所以有无？你等我一下哈。有无？啊，好，按子说哦。阿姨，廿个。你下礼拜要听喊较多哦，到时节再麻烦了。冇问题。下条下礼拜要办民宿开张嘅 party。容易哦。到时爱留汉文腔下来嘛，阿姨要隆重邀请的哦。你用不会低调。名字很爱来表述。哦，好，好。人家在上班，唔好操气。共设发。好，我就上爱弟，生日阿爸迄嘛啥？你又伫迄嘛啥？有人讲，有一只细来的，紧来夹不卡。你喺人家嘅事情，人家留批分数是本人，唔係按嚟用嘅。你看，你就係按嘅。人家答應嘅，真無人唔講。我嘅大應煙，啊？哪叫大應煙？冇啦，冇。冇，哈？你講大煙呢？啊？你講乜嘅？大煙啊！行了。你們講大煙？啊？喂，數是本人啊！你哪敢講清楚？唔該啦，係人家嘅事情。我跟人家嘅事，哎呦，來轉去。佢係牙齒呢。啊妹，我要帶你最愛食嘅姜絲太葱。唔是。本人。當好食呢，看阿妹做嘅最好食。好食哈。你單位不是食唔到啱好食嘅東西啊？這就搬轉來，我老房東講好的，木嘅就先漂本來，生日的夢姜先帶木卡。阿妹，你有冇人嚟講就打電話俾你啦？風你啊，用誒做唔得。你哦，懂厲害哦！那幸福給我福了。現在做係叫嗌嘅東西啦。陳晴玉，你就安尼無要無緊？我佢無憂無緊啊！嗌票嘅貨嘅嗌迄邊，我係叫生年嘅講嗌嘅成法，安尼免認真哦。我嘅事情就會改，所有嘅人就會聽你嘅哦。我係娘妹，怎麼個講唔得？你非嘛佢做唔定就批得嗌支持嗌就好咧啊！嗌已經三思咧，嗌用嗌嘅想法。你唔是啲嘅少，安尼你咪會較輕鬆。你想法，
你嘛该真不义，你喊死啦！兄弟，啊！哎呀，中央机上你转去，给黑了！哦，啊死啦！对不起。你开心啊？冇用诶！新的作品啊？迄就好了，灵感卡伫天档，还蛮不错。之后先做两个招牌啦。这有本毋嘛该新的灵感无？只有本来记得无强。哦。记得无强，迄讲总得揾到新的灵感，毋嘛动给大啦。艺术是在劳动的痛苦中产生的，系无？动不讲，今年来，帮我抢下劳动啊，帮我天数，把俩挂上去，还想看一下感觉。好啊。知道你来。Perfect。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不用快。我不用咯。做唔得啦！做得啦，过一摆，我来扶一下。做得冇？好，太行诶，做得不用快。不用咯。做唔得啦！真紧做唔得啦。你用的么？竟然迄身款本来天数好诶。我那样想改啊。你知道我做嘅老家嘅分割较清楚无？比如讲，设嘅老用嘅分开，青菜一片，菜脯一片。俩做只太开嘅，就做得不用鸡肉、猪肉，就唔是用盆嚟种。睇起俩啦，做新嘅家嘅，我就做得挂较多东西。等下，乜解啊？唔讲硬件，俺唔服气啊。还有历史，我帮你看。俩，有冇？太贵了。俩，新嘅家嘅，俩，还有盆嘅。安尼，动复杂呢？唔会啊，我写动清楚嘅。心情唔好歇，先歇。唔係啦，就唔知嘛啥啲嘅講，牙齒科卡有些來動法。結局唔是阮，做嘛甲愛上伊，在命情嘅紅木頭，飯也食唔落，無一水唔落，上月食菜真鹽無。哎，晚餐誒啊！用的呢？
生孕的太暗囝，太的酒流唔黑咧。哎呦，也没动作就第个事情。阿姨，俺来玩个这个啦。阿姨又来唱歌。哎呦，今今妹哦，无心情呢。又是强意的事。嘿啊，就迄老爱演做啊。阿姨，唔怕啦，什么是唔得，是对谁来改变，交本爱啦。有冇？安尼就做得咧。松柏唐颖讲，树基的动家就摩天。嘿呀，咱迄行动电源，俺俩哈无用到，先将。暗好。我记得树基的唔好用到摩天，充电线要用原厂嘅，安尼对电池较好。下礼拜驾驶有时间，俺张老你看迄乜咁问题好冇？好，哎呦，唐毅了，你们总要咩咧？无啦，俺学过。哎，林刚，我手机啊，你嘛帮我看卖者。哦，好啊，冇问题啊。来，你看安尼偌济钱？安尼，算你50就好。来，哎谢谢。哎呦，我哋先走咯。好诶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过来啊。用诶，佢有冇参与哦？没关系，俺有办法。阿一贝，阿一贝，刚刚没看到你啊！啊，我就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来啊。阿一贝，这些是我特地帮你留的，啊，这边310，算你300就好。没关系啦，200就好。你来我们家买这么多年，100就先欠着。你到镇上帮我领个钱，领5000，自己拿100走。我？要不然谁呀？密码你妈那边都知道啊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艾贝，我可以帮你领钱，但是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哎，文先，礼尚往来嘛，我帮你领钱，那你就接受他一个访问。我领了。艾贝，艾贝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这样讲的。艾贝，你不要这样了啊，那个菜还是要买，钱也是要领啊。艾贝。下次领钱来，只能问陈道啊。嗯。阿姨，安尼根本系同大家讲。好做坏事，任何童年无抢快的东西，记得拿撇。像安尼，就是正主时间路人甲，无另外注意动。你安慰敌暗斗，爱都是安尼，甘心阿老公啊。出来了，Shiny。想我吗 Of course, baby。按句无看懂咯。给你点空间，跟郑信前女友厮混。讲几就嘛嘅啊？来哈，怎么还迷上2位今天想吃点什么？你很饿吧？我们点肉好不好？我想吃海鲜。海鲜也好啊。2位有想要点什么吗？哦，我们喝水就好了。哦，可是我们有低消哎。那就点最便宜的。哦，这什么？亲一下就送肉？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新活动。不用吧？什么不用？哎，亲一下就送肉哎。那要亲够5秒哦。没问题，5秒而已。来喽。
欠嘛该啊？无啦，给阿姨拍给副条没钱的。哦，做嘛该啊？爱几多？伊讲我要用钱，不过副条只有6000丁丁。哪去？嘛个意思？啰嗦啊！哪去本去？伊早就没钱嘞。你老豆政府发给哪用啊？凊彩看片哪用的就无诶，加无卡无本钱钱哦。鸡无鱼无肉，嘛啥本去？你安尼没办法啦。娘把饭菜的时间就按你做，有饿到你么？啰嗦啊！哪去啦？爱死啊！拿本去啊！钱挺多。啊，什么不懂问吧。你还有9分钟啊。哦，好，那想请问一下，您做这个这么多年了，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太抽象了，不知道。还可以你先问较具体的，听听呢，没关系啊。那像这一篇，您写说早年这里的人他们会去山上找樟树来练樟脑，那你说你有跟着去了一趟，可以说一下那次的经验吗？这有什么好讲的？就去啦，挖了樟脑头送到樟脑寮去练啦。可以多说一些过程吗？比如说，要怎么挑樟树啊，或者是需不需要看木头纹理啊？还是说这样常年制作樟脑，对人生或是环境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你要这么问啊，不如去问做樟脑的会比较快一点哦。不是，就是想要就您写的再多了解一些，不管是您的感觉还是……很久以前的事情都忘了。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吗？切，小姐，我已经停刊10多年了。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停笔啊？我以前听我妈说，你很常为了这些东西自己贴钱，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啊，那为什么会突然不想写了？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是老啦、累啦、做不下去啦。哎呀，以前呢，以为自己的本事有多大，还不是一样。该承认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，就不要硬撑，到最后打肿脸充胖子。可是一北，你做这些明明就很有意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啊？意义啊，要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啊，都是在脑袋里面，跟别人都没有关系。你以为你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啊？最后的结果是世界根本就是不理你。所以啊，不要再制造这些没有用的垃圾。做人呢，可以吃饱睡好，把自己照顾好就够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说好了就问这么一次啊，以后不要再带他来跟我问东问西的，省得我麻烦啊。对了，这个，里面还有钱啊。还有。谢谢啊。阿一贝，你请我去帮你领钱，你都不担心我会盗领的？嘿，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都问这种笨问题了？我爸也问过。问过。你们的脑筋实在太单纯了，换句话说，就不懂得灵活变通。我要是不放心，会请你去帮我领吗？好了，这走了，啊。记得就这么一次了啊！
要事就拿，全部人来抢。唔是啊，过后会来抢，全部人尽量说。啊是。难道有理想嘅人，最后就会抢劫？我那边都抢劫呢，爱笑哦，无可能。你是这个故意劳动来烫出了。 2碗汤板条，一份鸭肠好了哦。那个。哎，妹妹啊，你要不要帮忙拿一下？不然等下汤洒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你做点哦。俺做对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。来。那这些。我也。 好，我来清冰了。请稍等我一下。来送拜堂，你上班的时候不要讲私事，你会讲俺要不会堂。 你应该冇想开挨抢送拜强用，要抢一次2礼拜嘅点心冇钱吃饭啦吼。你看，你们供饭挨下就盼好呢，林总听你，冇马该死就小心慢走，谢谢。 安康狗又冇该用，唔晓偷洗来咩磨好，还有冇该夫妇冇足全嘅地方冇啊？哪去？唔是啊，啰嗦啊！唔是较好着诶，我是懂好诶啦。用神啊，阿姐，是的吗？哦，亚拜有2个帅哥来帮忙，真是太棒了。佢仲去 party 啊？聽咗來哦。party 啊？嗯。聽出到，今日嘿，我看哦，比我較失望來，聽出到哦。我迄攞記天數介紹人簽靈感嘅。乜嘅靈感？唔好鬧佢啦，係經營卡關。 愛啲咧，退機該賣菜茶，那個算作品嘛？我們家何宇哦，最近要改造賣菜車2.0，想要把它改得更實用、更帥氣。我畫了很多字草圖給他，他都說不要。用按度追啊？唔係學藝術的，是個看看啊。哦，你個想法懂好呢，仲好嘅話。 人嘅作品大家就看得到誒。姐，你想用诶？我当想。吼，那弟你会讲嘛该？我爱你，我想你了诶！你个东西弟啊，抢你走。安尼较方便分。新的男朋友住进来吗？黄家凯先生，我讲一摆哦。你个小三三丈，你请大天发本眼嘅时间，我跟就冇关系嘞。你的上婚人管到暗道，你会吃到冇礼貌吗？按你出去有嘛哈？该不会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进？就刚才看你嘛该用凶。真情语，没想到你也没多清高嘛。能用啥？强用啦！
你顶下真情伊也生人，最太嘅遗憾係嘛解冇？唔係認識你，唔係老你強下咩，唔係陪你劈腿，你硬要係什麼去強嘅來嘅？叫爸爸喺你那種提神啦，冇必要都看好啦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叫快啦！告诉你，你敢让他叫别人爸爸，你给我试试看！叫我快啦！你叫快啦！醉啦！不叫我啦！唔好叫快啦！有素质，我打不你死！你天保佑诶！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敢欺负人家？阿某诶，我老爷讲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莫说啦！好啦妹，天保佑诶，无良心嘅东西！你用我硬硬哒哒，嗯？人家讲爱入来，你就老硬入来。冇你爱发神用嘅事，爱用个啥？冇按我爸啦，你用我啲奶啊？还敢讲？根本日爱莫的呀，你就本人欺负诶！啊，你本人欺负，又冇老爱讲，爱咪笑诶！我好不容易将伊张毛诶，本人欺负，爱咪心痛啊！你一三年定的啊，冇你爱讲诶，无人老你姑，无人老你补，爱用个啥？冇你发生嘛该事，你有想过爱冇？看你啦，看你嘅書中都按呢，我當你係神力女超人係冇？我切假來啦！聽講你招有癌症咯，招人嚟。叫人诶，冇良心嘅東西。哎呦，哎呦，聲音，寶兒啊，輸啦！去聽書。哦，哈？來，漢朝啲做乜嘅？本記。哪去啦？哦，還有哦。哎呦。阿妹，啲幾項用嘅人，你會懂事懵懵啊？我不管佢係嘛啥，只愛對阿妹嘅唔好。哼，我就唔是上一粒開門。阿妹愛，活該啊！娘誒，安超。等一下，老愛都是對嘅。好啦，講埋個坤啊！唔掂我嘅比拉係勁貴啊！咁貴哦！
来啦，全部是你好事嘞。请用心，你俩哈想什么该就做的。你哋么拉嘅、冇嘅，俩下全部搬进来，所以啊，这嘢爱写作要慢慢的学。情谊家己专业就爱讲嘅，你爱做阿公嘅，你有欢喜么？哥哥示范。来，亚伯你。是个鬼面的酒嘿，大变动嘞，大变动嘞，大变动。示范唔好按太上，聪明，示范唔好按太上，有糖到冇？按先。突然好想念爸爸老哥哥，假使记得含菜就好诶。你知道记得会中意那只幸福诶吗？记得迄讲敢唔中意啊？我就老记得个相片全部叠贴。那只阿爸嘅富人家。好像铁啊！来，我过来，来，我先教解下，我迄件比较主持中汉文，大家是得很爱韩文呢、阿文啊、小钟啊，都是的，很黑四川里的彭于晏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门迪姐来替我们说话。谢谢我们四川里的彭于晏。好啦，真见拢感谢大家做得来，因为迄个无大家嘅鼓励，望叫嘅想法，想要伫柴山线上有一个单车友善民宿，我很真嘅唔敢做亚件事。我这次回来，再次感受到这里的温暖，我就想说，是不是老天爷真的要我回来，拥有一个温暖的家，然后也是你们大家的家。嘛该东西乱七八糟，我就搞一起嘞。你咁乱同廿把嘅东西，你下楼挨改进来。将你唔爱日语和语说。我等佢答应我。Yes, don't yes say yes。记得唔是哟，乃是有你。前进。